上星期呢，我就去咗日本旅遊啦，同屋企人咁就有啲時間都係自己開車啦，咁樣咁都有開喺日本嘅高速公路上面開車，咁呢同香港一樣，都係每隔一段路呢，佢就會有啲嘅路標呢，提醒大家呢要同呢前面啲車呢係保持距離嘅。咁當然香港都有啦，咁但係即係我咪發覺咧，慢慢揸下，因為日本嘅道路好長，好直啊，即係同香港嘅高速公路嗰種嘅距離咧爭好遠。咁我就發覺咧，其實呢啲嘅路標咧都係幾重要嘅喎嚇，係為咗我哋嘅安全，因為咧我哋真係要同前面啲車咧係保持距離，尤其是咧，因為啲直路多，同埋咧有時候咧，我發覺咧入到隧道嘅裏邊咧，都係會有慢慢嗰種嘅距離感咧係會有影響嘅，好容易咧會跟得越嚟越貼啊咁樣嚇。尤其是咧，我哋需要有一種嘅距離感咧，所以令到前邊咧，如果啲車係有任何狀況無論係減速或者係出咗任何狀況情況底下咧，你都有時間有空間咧可以保護到自己嚇。點解我諗起呢個狀況咧？我諗起今日我睇嘅呢一段嘅經文嚇，詩篇73篇，成篇詩歌咧都係去講緊一個詩人佢見到世界上邊好多個惡人啦，唔公義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，佢覺得好唔公平因為嗰啲嘅惡人咧，佢哋背棄咗上帝，但係佢哋仍然好亨通、好順利、好高升嚇。咁呢個都係世界上邊好普遍嘅狀況，去到今日都仍然會發生。情緒上邊係好唔開心嚇，亦都喺嗰個嘅心裏邊有種覺得好唔公平嘅感覺嚇。咁但係呢，去到最後尾呢一個今日揀嘅就係73篇嘅27、28節。詩人到最後咧，佢嗰種嘅體會就係咧，要保持翻嗰個嘅距離感。去到人哋嗰種嘅惡人嗰種嘅唔公義咧，係上帝會去處理。我哋唔使咧，就要逞嗰種嘅逞強啊，或者覺得我哋要即係替天行道咁樣。但係神更加對我哋嗰種嘅保護就係咧，唔好忘記咧，我哋真係要保護翻自己。就好似去揸車咁樣啦，要同前面啲車咧係保持距離。前面啲車咧點樣去龍飛鳳舞點樣喺裏邊咧係亂晒大龍咧，我哋都要同佢保持距離。飲佢冇，我冇法子控制嘅其實但係我就唔好跟車太貼啦，又或者我唔好咧同佢癲埋一份，做埋同樣咁癲嘅事情啦咁樣我哋能夠做嘅嘢咧就係我哋繼續 keep 住咧去跟隨主，去親近主，因為呢啲就係對我哋有益嘅事。呢個咧可能就係神喺一個亂世嘅裏邊咧，俾我哋一種嘅保護，就好似經文裏邊所講，係對我哋嚟講一個嘅避難所，讓我哋即係喺呢個時代嘅裏邊都與周圍嘅惡保持距離，但係我哋繼續親近主、親近上帝。